叽里呱啦，我们好久没有大家一起上魔幻写生课了。真的耶！而且今天太阳公公心情一定很好，才让我们边享受阳光，边把这美丽的风景给画下来。老师说下课休息10分钟。哦，那下课的爱做乜嘅？下课的爱做乜嘅？哦，我是说下课了要做什么呢？好像想不到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有趣的事哎。不要这样嘛！我们大家难得一起出来吸收魔法芬多精，要多吸一点，吸气，吐气，好舒服啊！真的哎，好像闻到一种青青草原那种森林的香味，好舒服哦。咦，你们看懒羊精灵，下课了，他还在认真画画哎。奇怪，我们去看他在画什么好了。OK， 走。懒羊精灵 Hello， 啊，你们在叫我吗？懒羊羊经理，啲嘅花麥嘅，啲嘅花麥嘅，冲啊！还有，我是问你在画什么？哦，哈哈，你们猜猜看，看看我画的是什么？我猜不出来。我看有雪，然后有这个草地有树，中间这个应该是向日葵，对不对？你们再猜猜看啦，再猜猜看。不是，我想不到。哦，我画的是狮子啦。狮子？对哪有像狮子啊？比较像猪哎。好了，那换你们猜猜看，我画的是什么？叽里呱经理，这个是独角兽，对不对？你很厉害哎。懒羊精灵，你很有艺术细胞哎。哎呀，地库啊，你猜对了的客家话怎么说啊？你可以说团葱哎。懒羊精灵，团葱哎。你们干嘛都画那么难的东西？你看我画的蛋糕，简单明了。蛋糕那么容易，我画的才漂亮。你看，有蝴蝶，还有花哦。哇，这不是胡子哦。我们是写生哎。我的真的。哎呦，写生你们有看到不像啦，蛋糕也不是长那样啊。下课的爱做乜嘅？意思就是下课了要做什么？啲嘅花乜嘅？意思就是你在画什么？团葱嘅，意思就是你猜对了。今天故事里面的课语，各位有没有都学会啦？学会了。很强哦！